對於普通嘅人嚟講，或者普通嘅家庭啦，好似我有小朋友，幫我哋影一張相係一件好簡單嘅事。咁我好容易可以留住佢哋好開心嘅一刻。咁但係喺我哋嘅受眾入面咧，有陣時佢同我傾偈，佢會話啊，佢半世人都未必有一張家庭嘅合照，或者一張好開心嘅相。咁其實拎住一張相喺手，我哋打印俾佢係一件好溫暖、好實在嘅事。咁我哋好希望透過相機啦，咁去捕捉住同埋保留住佢最重要嘅一刻。煤氣公司有一班好熱心嘅攝影發燒友，早喺20幾年前自發組成咗支義工攝影隊，為基層服務影相。呢支義工隊嘅工作就係帶住各種專業攝影器材深入社區，為基層有需要人士提供拍攝服務。我覺得我可以用光同埋影留住佢人生一個美好嘅階段咧，係好有意義嘅。呢支義工隊最初義務為屋邨長者免費拍攝證件相，呢項任務去到今日交咗棒俾新一代嘅義工，而對象亦都變得多元化，例如會同 NGO 合作，幫低收入家庭、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童同埋其他有需要人士影畢業相或者係家庭照。其實我哋呢幾年已經係開始擴展去唔同地方噶啦，譬如幼兒中心啊、學校啊。有一次啦，有個 SEN 嘅學童嘅家長就同我哋講啦，其實佢哋要影一幅全家福，其實係好困難嘅，所以佢哋成日都會影完就好多謝我哋可以花咁多時間去幫佢哋影到呢啲咁嘅全家福嘅。好難得呢張相咧，企定定望住個鏡頭影到，難得三個一齊影到咯。多謝你哋，有你哋嘅咁樣，大家非常之感動。咁我哋其實嚟自公司唔同嘅部門嘅，咁我哋多個目的啦，就係希望想可以幫到呢啲有需要嘅家庭去留住佢哋美好嘅一刻咯。咁我覺得咧，其實攝影咧就係尋找美嘅藝術啦。咁而喺我哋嘅義工嘅工作裏面咧，就係正正就係揾到佢哋最真摯嘅笑容啦。呢樣嘢係我覺得最靚嘅地方嚟嘅。咁如果可以將呢一樣最靚、最美麗嘅笑容可以 flame 起同埋框起，呢一樣係我覺得最回饋到我嘅地方。同得多小朋友影相啦，其實見到佢哋嘅笑容咧，自己亦都會好開心。咁幫到人原來係一種無形嘅能量嚟嘅，燃點住你、我同埋身邊嘅人，希望令佢哋更加多關懷，令到佢哋未來變得更加親切同埋可愛。煤氣公司嘅溫馨義工隊深入社區，用不同形式燃點希望，為佢哋嘅生活帶嚟能量同溫暖。